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中秋节聊点什么？咱们聊一聊书法。为什么聊书法？我看最近一个13岁的神童，这个神童打个引号，突然在网上就走红了。走红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书法，很多人说他一笔书法字写得好，而且李白的《将进酒》吧。加州老师朗诵的，有人说加州老师呢叫便秘状朗诵《将进酒》，这位13岁的神童一气呵成，而且这个13岁的神童可以写100个福字，每个福字都不一样，好像是这样的。我也就上网了解了一下，我发现这个13岁神童他为什么火，主要是因为央视对他进行了宣传报道，好像把他请到 CCTV 是吧？央视做了个节目，受到了这个点赞和转发。受到了网友的关注，据说这个点赞都超过300万。结果他这一转发的一宣传出事了，有很多这个书法家说李明不能叫书法，他写的充其量叫江湖体，那个东西没有任何收藏价值，不能叫书法。结果这个很多这个书法家这么一点评之后，一下就炸锅了，人民群众不乐意了，网友不乐意了，网友就开始纷纷批判，就是攻击或者也是评论这些老书法家，说你们说李明这个字写的不好，你把你的字拿出来看看，你那写什么玩意儿？书法天才横空出世，没等来各大宗门的争抢，却等来了长老们的合众围剿。起因是13岁的李明同学自学成才，能行云流水地写出《将进酒》《百福图》，甚至是传国玉玺，无数网友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可在书法专家的眼里，这就是文化垃圾。李明同学的书法根本没有任何的收藏价值。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文化垃圾。你管这么漂亮的书法叫垃圾，可你的作品才是略逊一筹吧？还有另外一名专家语言更是犀利，如果没有人教，他不会写的那么邪恶。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字是满笔邪气。你用邪恶来批评一个13岁的孩子，难道像你一样的作品才是正义吗？说李明同学满脑子歪门邪道，网友们觉得好看是因为不懂书法，这一幕简直像极了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或许李明的书法确实存在问题，但网友们感到荒谬的是，这么好的苗子，书法家们只是高高在上的批判，却没人想将他收入麾下悉心调教，更没人在乎一个13岁的孩子听到这些言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只希望李明同学能够练就强大的内心，就像曾经不被认可的周杰伦一样，使金子早晚会发出光来。这网上一下就炸锅了，所以我也来聊一聊李明他的书法。我对书法只能说略知一二。如果书法是100，我大概就是1，就是这种水平，只能说解过。我知道书法不是简简单单的写字。李明这个字，如果你说好看，没毛病。我要是语文老师我一定说这个孩子字写的不错，至少你要看他的作业你不头疼，你至少他卷面整洁他写的作文你读起来不累。但是是一码，你要扯书法，那他这个确实不能叫书法。有很多人恐怕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他觉得这字写的这么好看，书法和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好看那是两概念，那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书法是艺术，这个艺术对吧？一说到艺术，那就是曲高和寡，也就是普通人你欣赏不了，普通人认为的好，他没有任何艺术价值。普通人看不懂的，根本理解不了的，那说不定他那个是价值连城。很多人把写字和艺术和书法他混淆了，就像我们消费者所理解的预制菜跟什么美食协会或者什么食品什么学会他们搞预制菜，那是两件事，那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在网上吵的时候根本没明白我们是在说两件事，关公战秦琼，有点这意思。我把李明他写的字我也找了一些看了一下，确实他字写得很快很流畅，只能说他写字写得不错，但是谈不上叫书法。我以他写的《乘风破浪》为例，大家看一下这个《乘风破浪》，我给大家点评一下，大家恐怕就知道了啥叫艺术，啥叫写字儿。我要不说，大家一看这字儿还可以，写的不挺好的吗？比我写的强多了，确实是这样。但是不行，你不能说比我写的好那就是书法，
那人人都能叫书法家。他这个乘风破浪，我是略懂一二，我一说大家恐怕就感觉就不舒服了，就刺挠了。从这个看上去还行，最后你也接受不了他是书法。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他这个字里面所有的点画基本上差不多。你看这个浪字，那3个点基本一样。这个是书法是艺术的大忌。第二个，你看他所有的这个叫连笔或者叫铅丝，这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像是个机器人写的。连笔这种铅丝啊，实际上讲究的叫什么？叫变化多端，讲究的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实有无。有的时候你看好像没有，但是笔意到了，你感觉明明中间有根线，但是你又看不到，这叫精妙之处啊！而且这些都不是刻意为之，是那种就是你书写的时候情绪到了，产生的一种效果。你看那这个收笔基本一样，收笔那一勾没有区别，居然这是从笔画角度来说。从这个布局来说啊，你看它的空间布局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书法艺术讲究的就是空间布局，密的地方叫密不透风，疏的地方叫疏可跑马，大片的留白，大片的空白，用线条分割这个空间。它这个衬字和那个风字中间的拧巴到一起去了，也就是它的空间布局它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可以说它这个字写的不错，字写的好认，字写的很快很流畅，但是你不要说它是书法，现在是个专有名词，它是个艺术。这个书法是有叫法度。什么叫法度？就好比数学里面的1加1都是2，你不能改，你非说你1加1都是3，那就没法聊了。书法写字，你看咱们所谓的书法家，他们写龙飞凤舞，好像你看各有各的风格，实际上他们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风格，就是他们所遵循的法度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行书，他就那么2个人3个人，就2000年来学的就那么1个人，比如那个叫什么王羲之，是吧？楷书就是那谁颜真卿、欧阳询，还有个什么赵孟頫，也就是现在你最出名的书法家，你看他不能说自己自成一体，他写的就是再变化多端，他也不是学颜真卿，就是学赵孟頫，行书就是学王羲之。据我的了解，近1000年书法就没有新的这种派别，这种新的这种自成一体的这种大家出现。现在写的再好的，比如启功是晋的，这个也叫书法家，写的不错的，那他也不能叫自成一体，他还是学的。所以说，不要一说书法就说这孩子叫自成体系、自成一派，那是不可能的，就不要有这想法。这1000多年来都没有。以我的理解，中国人把写字已经写到极致了，很难有突破。我们要区分什么叫艺术，什么叫书法，什么叫写字。写字是什么？你比如说这个美术字体，有人专门写这个，也挺好看的，那个不叫书法。如果说李明这个叫书法，我想大家恐怕也刷到过视频，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我看最小的还4岁的小孩在广场上，家里大人提着个桶，他们拿着特制的毛笔，其实不是毛笔，就是一种前面是海绵或者布，在那个桶里蘸水，在那个地砖上写字。广场上4岁小孩写那个字，还有咱们看到很多刷墙的印刷工人，刷墙的工人呢，拿一个排笔在墙上写宣传标语，那字写的这个都不是拿毛笔写的。你看还有拿铁锹在水泥上面，在没有干的水泥上面写的，大家可以看视频。这个叫书法吗？这就叫写字，这就叫熟能生巧。这个只能说明他这个就卖油工，他
我熟耳没啥，天天练，熟能生巧。但是这跟艺术没啥关系，所以我们就是普通的大众说的好看，不能把它误以为叫书法。你要聊书法，那就是得按书法套路去聊，按艺术套路去聊。如果你说他字写的好看，这小孩挺厉害的，你别管他才13岁，他能把字写的这么好看，不错啊。你管他是江湖体还是什么体，我们只是说他写的好看熟练，但是你不要说他是书法艺术。所以很多书法家出家，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不值钱，没有收藏价值，没有意义，那他是说从艺术维度来说的。所以这些我认为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李明才13岁，他是个小孩，基本上啥也不懂。所以我们要批评的是他的背后谁在推动这个事情，就是背后的推手。所以这里面起到不好作用的是喉舌，是央视，央视在里面误导，我认为这个不好。因为央视你是个喉舌，你是个应该叫权威的机构，你不能跟大众一样，你还误导大众，把写字和书法混为一谈，这个就是坏。当然了，颠倒黑白，对吧？转移视线，指鹿为马，是他们习以为常，是他们拿手伎俩。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我就是说，这个李明写的字儿，我对他本身没什么太多的这个评价，就是他写的好，他写的很熟练。如果他想成为这个书法家，那他就应该就要重新扎扎实实去练，真的是往书法那个路子上去走，而不是往这个江湖体上。至于他以后有没有成就，我也不知道。我是没有这个，我不是伯乐啊。那有人是伯乐，这艺术需要天分的，要有天分，勤劳、勤能补拙是这个也没错。但是如果你没有天分，那也挺难的，你很难取得什么成就。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是去年这个少女数学天才，一个从技校、从中专出来的数学天才江平。还记得这事吧？这个江平横空出世，那也是的。那些专业的数学家搞数学的上来就说这玩意儿假的，一眼假，结果也是被一顿骂呀。不过好的数学稍微好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数学这玩意儿，它不是情绪的事，它不是这种靠骂能解决的。因为毕竟你要厉害，你得把它做出来，那上面你的公式是错了，毕竟还有人能听懂。大家慢慢一说，好多人还听明白了，这玩意儿数学做不了假。没法作假，但是就这个是不是啊？大家还能回忆，但是在网上搞成什么样了？我凭直觉，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有冒出个数学天才，或者学习一塌糊涂，还能数学天才？我也做了好几个节目，是吧？但是网上吵成什么样？有一些人别有用心，我看有的大学还有大学老师跑去说要把江平接到哪儿去培训，要怎么样，要参加数学竞赛等等的。还有的学校要特招的，这些老师他是专业人士，他们这么搞那叫坏，网民那叫蠢，认知有限，没办法。那你这些专业老师也这么整，那不叫坏吗？明知不存在这么一个数学天才，他非要跟着后面。这里面最坏的就是喉舌，我记得也是央视吧报道的，本来江平没人关注他，突然被央视一报道，网友一关注，咱们国家又出了个数学天才。结果一看造假，这个一样，李明这个事情跟那个江平是一模一样的。央视把它一推出，网友就惊呼，又出了一个书法家，对吧？神童。所以我就不禁要问了，央视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一直你要为你的受众啊这些不好的大便是习惯了吗？这央视为什么他就不造神就不行？不是这到了一个必须要造一个神的关键节点了，是吗？也就是说，要应付某些危机，要提振一下大家的这种叫自信，是吧？必须要造个神吗？你看，从江平到这个李明，是不是有某种造神的动机在里面？移花接木，数学天才还相对好揭穿，讲一讲道理，懂点数学的人也就散了，知道这个不可能。但是书法这玩意儿不一样了，老百姓心中人人都有杆秤，你要不给他解释清楚，老百姓就认为这个字写的好看就是书法，就是艺术，这是我们群众的艺术。你们这些老登牢牢的把握着这个话语权，接纳不了这个群众艺术，你这老登该退出舞台了。但是你这个专业的事情就是专业啊，你现在可以这么搞，因为你把持了话语权，
但是你要过个100年，这玩意儿不就变成垃圾了吗？不就变成个笑话吗？你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啊！所以我觉得央视现在急于要搞个神出来，是不是要拯救央视自己？央视的收视率是吧，直线下降，没人看了已经。总希望搞个大新闻，是不是央视预感了某些危机？我们不要去批评这个李明这个小孩儿，他这么小，能把字写成这样，那是一项技能，他以后也可能靠这个吃饭，没毛病。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当艺术，就当做一门手艺。说这个是手艺没毛病，这是他的专长，你千万别扯艺术。如果李明以及他背后的人不要扯这个是艺术，那些书法家也就不要去批评。人家愿意拿铁锹在那水泥上写字，你批评他干啥？你说人家那没有法度，人家没说他有法度，人家没说他是艺术，人家就是要靠着吃饭。我看那个流浪大师沈巍，他不现在不也在卖字儿吗？好像写个字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好像100还是200，反正几百块钱，你让他写字，拿这吃饭没毛病。人家也没说人家是书法家，你愿意你喜欢他就写给你，是吧？你给300，有人要买，你愿意对不对？他没说他自己是书法家，所以我们不要去指责和批评这李明这个小孩，我们倒是要说一说这背后这带节奏的，比如以央视还有这些团队的推波助澜、带节奏、混淆视线的这些，我们要警惕，他们是别有用心，他有目的的。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说，这些书法家，实际上我对书法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个没落的，它没有什么发展前景。首先一个，在作为一个艺术，它更像是个民族艺术，也就是只有华人或者是东亚、日本、韩国，我不知道越南人练不练书法不太清楚，反正日本人很多人练书法啊，写的挺好的，韩国人也写。书法的圈子就这么大，它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你也可以说中国人把书法已经写到极致了，没法再发展了，上面也就那么回事了，这都不要紧。最主要的是我们老百姓对书法越来越不理解，也就是书法现在脱离了群众。如果你说央视这次搞的这个事情，它还有一点好处，但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让老百姓、让大众对书法又产生了一点兴趣，大家互相辩论。你总有人一部分人现在明白了，原来书法不是写字那么简单，字写得好不叫书法，也就是起到这么一个普及教育的一个作用。但是它还是误导了大部分群众。我说的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书法离老百姓越来越远，老百姓也越来越不能接受，或者理解不了。那这个跟书法家有关系。这些书法家你平时这种宣传教育少了一些，但是这跟咱们教育也有关系。我记得以前是吧，恐怕还有书法课，现在书法课那么有也不受重视了。以前很多大学还有书法系，是不是专门教书法的，有书法专业，对不对？你现在大学你要再教书法专业，好像也没人报，有市场吗？所以书法我感觉这个圈子有点像自娱自乐，也可以说叫曲高和寡，没啥市场了。现在书法谁感兴趣？都是那些老干部，比如教导老师天天练，不知道胡一金老师练不练？作为退休干部，胡一金老师也应该练。这老干部喜欢写，老干部题。书法这字写得好，不能叫书法，就好比你的这个网文写得好，你不能叫文学家。你那网文写得很通顺，点击量很高，很多人看。现在不有好多文学网站吗？你在上面写投稿，你写小说连载，很多人看，完了你还能赚钱。你不能说你赚的钱多，你就叫这个文学家，你那作品就能获诺贝尔奖。难，口水文、爽文，那叫通俗文学，跟正经的文学那不是一码事。你就好比写历史小说的叫什么《天涯明月》是吧？是吧？叫《那年明月》还是《天涯明月》？我的名字忘了。也就是写明朝那些事的，你不能说他这个书卖的挺好的，他是文学家，不是的，能叫他文学家吗？你连作家都够呛，勉强可以，作家当做一个职业的身份，你能说他是历史学家吗？对吧？不要以为你懂点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不是一码事。他是个通俗小说或者叫畅销书作者，这是两码事。明朝那些事，你300年以后还有人看吗？300年以后，《红楼梦》大概率还有不少人会看，但是明朝那些事恐怕就没人看，你就知道这叫区别。但是现在讲明朝那些事，这个无论是发行量还是阅读量，恐怕都是超过《红楼梦》的。真正把《红楼梦》看完的人很少，大家都听说过《红楼梦》，没看过，看的少，但是研究的人很多。
这就是这么个现状。但是300年以后还有人研究《红楼梦》，还有人会去看，但是有没有人看明朝那些事，那基本上可以断定没人看，也不会有人研究。这个咱们就说远了，咱们还要说回来这个书法。在我的角度来看，这书法没必要拯救，而且他已经这样了，就这么着让他们自娱自乐。完了，老干部们学一学，老登们研究。作为韭菜无所谓，你要感兴趣，你也拿起笔来练练；不感兴趣就算了。这个不是这个叫必需品。这些这个书法家，如果想让自己一发言一评论就不要被人骂，那你多做一做科普，多做一做普及工作。平常就要做，不能出了事再做。这个是在做晚了，你平常就得没事就得宣传什么叫书法，怎么欣赏，这是艺术欣赏。艺术欣赏是挺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的。欣赏艺术也得有天分，没有天分你也欣赏不来。就像这个《红楼梦》一样，同样是这本书，那大部分人看不明白呢，哪里谈得上欣赏？不就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就这个李明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个事情，我倒是觉得我们要关注喉舌，他为什么喜欢这样？为什么总要造个神？为什么非要混淆视线？明知是假的，他非要去宣传，这个我觉得值得深思啊！我也想起了郭德纲那个相声，你造火箭的专家，你最好不要跟这个普通人去聊火箭，你一聊，人家就说了要加无烟煤，无烟煤更好。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